接将目前人前到1公，分到1公，翻开手相，无极老母亲30公里前到1公，再1公，30公，分到1公，再1公，30公。 恭请付前人师杯前到1公，分到1公。好，大家好。现在晚上坐下。蔡经理，咱呢各位朋友，中秋在这，大家晚安好。付前人晚安。新梦今日4点哈，咱经过去就是说咱有机会来吼，先是时间就是紧啦吼，去大陆即摆吼，大陆人吼，咱台湾来台，嘛对咱可能一摆，所以呢，这个当中非常多看到吼。经过今来讲起来吼，咱嘛常常讲，是过去咱佛陀的这个地位啦吼。 所以呢，这些经过经内底当中讲到伊修很多方向，在生活内底当中，咱讲到非常的精辟。那因为咱进前咱讲到咱这个地分啦吼，成建汽车分，从咱书法的去签订佛陀来公平说法。 但是呢，因为咱对迄个地分、地分已经做成介绍，即摆来到第3分内底当中，当然这个经部经内底，伊这种有连续，这个叫做相关，比如讲，伊第2分有连续到第3分，伊第3分有连续到第4分。 第4分有连续到第5分，这种叫做连续性的物件。那当时咱佛陀内底当中，迄阵当时历经内底，伊无分做第几分、第几分啦吼。这是咱知影，昭陵太子皇帝伊的囝对佛法内底当中，会使讲进入深入。那为着咱这遐资源。 众生来资源，你会当了解这个佛的这个事义，所以呢，因为众生遐资源，你甲讲起来讲对头了解到尾，真有难度啦吼。那因此当中呢，昭陵太子，伊才把分做3到4分啦吼。所以呢，因为咱在看到第3分，叫做大乘正宗分啦吼。 那这个大乘正宗分，就是因为伊个佛有分做3乘，你分做咱小乘、中乘、甲大乘啦吼。那因为小乘，咱嘛当讲阿罗汉来讲小乘，中乘差不多伊颠到菩萨，咧讲到这个这个辟支分，那大乘。 差不多讲是菩萨积极的意见。不过呢，因为经过经，咱看到当中，如果咱第1分、第2分，因咧讲这个物件，如果若无这个到第3分，伊讲到大乘，大乘内底当中呢，因为咱嘛知影讲，因为较属这套经法，
若无讲到即个传道大乘传道，其实佛陀讲即个经传嘛失败。咱嘛知影讲，对即个结婚就开始过来。如是我们一时不在少国，以求一波动，以大一九定1226人内心不失时有一起卦。由少于大乘其实不必下中处地区域和本处分必须或写成一副作而证。那你甲讲起来，你甲听听咧，这是咧讲啥物件？咱想咧讲处境方法，食饭，咱想一寡即生活上的物件，其实内底当中，一句话的讲，如果你若看表象，你看出着。我就看出着迄个意境，所以你修道、办道、修道、讲道、听道，就是爱了解迄个意境。迄个意境就讲当时佛陀伊到底把即句意寄入到一个所在。如果人家讲小乘人闻金刚经就小乘法，中乘人闻金刚经。就是中乘法，大乘人闻金刚经是大乘法，最上乘人闻金刚经是最上乘法。是安怎伊安尼讲？因为金刚经的道理虽然是安尼，但是意境的人听就无相像，听就无相像。你听你的目的，你听我的内容，迄个目的。你当时到迄个意境、迄个境，就绝对无相像。就参像我过去捌讲迄个故事，迄个故事讲迄个上师要来拜见迄个弘扬法师相像。要拜见弘扬法师，伊嘛知影即个弘扬啊是一个佛法高深，但是呢透早去拜见，就即个弘扬法师。那弘扬法师本地的有一个沙弥，就是伊的。伊甲问讲，你师父伫个无？我师父伫个，有啥物代志？你这囡仔人呢？啥物？你毋捌啦吼。所以呢，伊啥物就甲讲，我人小，我的心就无够小啊。但是上师讲上个人，伊嘛知影讲，自性伫法律内底当中，要看意境，要看境界。弘扬是一个真正高超的佛法，我相信伊培养出来的弟子，嘛是真正迄个道行嘛真悬。那安尼来讲，名师出高徒，我就问你落来咧吼，伊从弘扬问讲比的啦吼，所以来讲精力不在言语中啦吼，甲比一支啦吼，所以伊就回到5支，甲比3支，伊目睭前。即个过去就捌讲着，摆着走去了后，大家伫迄个意境上，拢无讲的意境上内底当中，毋过听悟出来意境就无相像。上师甲即个囡仔拜三个，做会走。所以呢，伊当初就讲无怪名师出高徒。我咧问伊的修为如何，伊甲讲伊修到5界阶传，伊5比。我咧甲问3支，就讲你修到3界如何？伊甲我讲，我伫我的面头前甲我修到3界，我目睭前，理气强，咱受名师指迄个所在叫做理，鼻啊气强，喙一只有成个相，理气修到3界，目睭前，无怪名师出高徒，安尼当中，人已经得到。迄个如上前称的佛法，当阳这边就是这个小沙弥，弘扬早就看到这个沙弥甲这个上师俩比来比去，伊即摆就讲讲，等候弘扬这个上师走的时阵，伊就讲讲，沙弥，你拄则和迄个上师是啊比来比去，伊就讲讲。这个上师嘛真无良心啦吼！伊讲咱咧卖头发一块偌济钱啦吼，
咱那边老板是5块钱啦吼，但是伊甲你出3块，但讲你这无良心，我嘛毋知影呐，就是做走。虽然这是一个故事，这是咧讲迄个意见，偏偏出偏去一项物件比来比去了吼，你的意见是对一个所在，你的心境是对一个所在，但是咱的心境如果係你上升法，你就上升法；係你中升法，你就中；係你下升法，你就下升法。为金毛经读的，就是哪？就是拢无义嘛，因为你对金毛经的大成你都无了解，就是咱就讲，咱过去，我捌听着一个故事啦，讲迄个周金光先生周金光，若要甲讲起来，伊是一个，伊是咱会可以叫做周金光，就是因为这个世周的上师，这个人是对金光发这文经。这部经讲啊，这部经啊，会使讲伊注解过，但是互地面的人当做周金光。有一工当中，因周金光呢，伊就是担着了伊注解这部金光经的义所在，伊就往南里去。往南里去的时阵，在咧行行到倒了的时阵，拄一个阿婆咧卖点心，阿婆啊！你这个点心你来卖我者，好唔好？但这周金光的当中呢，因为要用着真急的口气，要甲阿婆要甲买这个点心。阿婆看你可能是一个修行人啦吼，你是要创啥？伊讲我南方一个外道要诽谤咱佛法，但是我要来甲学。这个外道，因此我看到过程内底当中，我拄着你，我这个阿婆嘛是一个地位足悬的一个有修的大家者。安尼若安尼，我请教你当下迄担是啥物物件？伊讲这担是我当时伫金刚经义所准的一部经典，过去。迄经典是像咱的册咁样写的册，毋是迄种用到用笔边写笔边若一部经光经写的无我讲歹啦伊讲我要来甲学即个外道，安尼对啦，即个我准。阿婆就甲我讲，安尼若安尼这位即个上师，我问你一句话啦金光经18本的内底，一上无上本的内底，这大本的内底当中有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啦我问你一句话，你若回答我会出来，但是你若食点心免钱，我点心互你白食免钱，但你若讲袂出来，我无来卖，安就对。本来伊也要甲问即句话进前，即个周金光就欢喜你问着别人我就知，你若问金光经即本我自过对一本我毋捌，安尼所以我后来甲讲一句讲，金光经的第18本，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无你是要得什么心？伫迄个当中呢，周金光我想袂出。阿婆你讲问一句话，我实在是我当会答。我请教你是拜什么人为师？伊甲讲，阿婆阮遮有一个即个一个龙树菩萨，伫即个所在啦过去拢叫伊即个大师。我是拜为师啦。你若如果要去拜为师，就直接去行开始。所以呢，迄个周金光因为伊所著的经典就是无入法。你无入法听了即句话了后，当然伊嘛听无，嘛无同解说，所以他甘拜下风。咁后面伊就要紧就去找着这位龙树菩萨安尼，就去到位当中。
因为菩萨马上讲，伊周围人就求佛就要来，就请伊来咧食啊。啊，食啊，就等，因为大家有学过法，当然迄一个就客人呀，吼。啊，但是讲你嘛来啊，我嘛来，只是一个突破点。我无咧突破点，啊无你讲的，我听，我讲你嘛听，差不多这个道理。迄个讲，我嘛真欢喜，我讲到3点半，吼，就休息。后来就经过过来，要到对面点了，两手菩萨，这个要甲老咱多一名吼，就经过就我若是真正袂使多钱，我一定要得，但是呢。两手菩萨甲咱讲一句话，你等于这个阿弥陀佛还是安怎？你点一盘已经，我就走倒去。当龙树菩萨把这10油灯点落手经过，迄个泡的时阵，当伊下出伊的这个火灯了后，迄个龙树菩萨啊，分花，迄个分花，迄个刹那当中，伊虽然迄拍是分花，但是伊的心中光明，赫然开朗。这个道理当听歹意思。但讲今仔日是安怎咱无能突破迄个盲点？咱永远要做修行，咱要做用心，咱要做这个天人道，咱要无能进入迄个，就是咱这个无能突破。比如这部经典，伊讲到这个点来讲。那讲到这个点，讲到第2分，因为第1分出经讲法，当然，这个1250几人内底当中，若要甲讲起来，要听话到几个，我惊什么人？我惊解讲第1个苏摩地。第2分了后，解讲苏摩地，解讲第2苏摩地开始咧问啊。这个问，这叫做对机，这叫做对机。对机就是讲，伊甲佛陀的对机。那时，苏摩地在大众中集中做起，偏袒有关，又执着地合众中用2人，其有世尊。如来显佛人诸菩萨，如来显不修诸菩萨。这个咱过去拢解说啊。伊过来讲一句，伊讲，迄个苏摩地。问迄个佛讲，若有贤人主贤女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诸？云何含其心？其实重点第2分的这部经光经，伊的重点是这2句，关键就这2句，因为这是当时苏摩地直接问佛陀的物件。云何？佛陀苏摩，伊在讲，伊在问请教苏摩地讲。云何应诸？免得安住迄个真心，免得含糊伫迄个妄想心。这个就是因为苏摩地直接问佛陀的物件。但是因为咱今日讲到这个物件，你会了解，因为第3分这个第3大乘正宗，这个第3分，就咧解说当时佛陀方面。云何含糊其心？因为第1叫做云何应诸嘛，第2叫做云何含糊其心，你就相互其心。但是第3分，这个进7分，因为佛陀就对后边迄为什么解说倒来？第4分叫做妙言无珠，迄个妙言无珠就是解说苏摩地问的第5回云何应诸，这个物件是看出来。如果这个物件无看出来了后，可能你唔知影这部经光经当时你问的什么问题，是安怎伊讲？唔得伊佛陀离这个佛陀苏摩地诸菩萨应如是含糊其心。你看这句话无？这句话就是第2分的第5回，云何含糊其心？你甲看者。第2回就是，但是因为佛陀伊知影讲，伊这是内行人，要对对来解说。就咱来讲今日老师咧教学习问的问题，但是老师伊知影要安怎
先甲解说这个学生，虽然伊问的问题是颠倒，伊颠倒了后，学生也毋知伊问的叫做颠倒，伊都要把我的问题问出来尔。但是老师伊是内行人，伊知我这句话咧来解说，就对第二段来个解说，毋是对第一段解说落来。哦，咁样呢，这个差不多个意思。啊，因为这个意思今仔日就是先要来解说，就当时数学题问的第二段话。哦，安尼你就了就好好啦吼。不过呢，因为伫这个当中啦吼，咱先来读一遍吼。大成正宗分第三。大成正宗分第三。不过数学题。不过数学题。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摩诃薩。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欲卵生。欲胎生。欲濕生。欲化生。欲有色。欲無色。欲有相。欲無相。欲非有相非無相。我该令入无为涅槃而灭多智。我该令入无为涅槃而灭多智。如是灭多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如是灭多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多者。是无众生得灭多者。可以讲。诸菩提。欲菩薩有我相。欲菩薩有我相。因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哦，这整个的这个第三分的原文就是差不多安尼。那因为咱今日来先来讲这个大乘正宗分啦吼，迄个乘就是这个乘，日文告诉你这个乘啦吼，这个乘就是讲叫做车的意思。哦，大车哦叫做大乘，中车叫做中乘，小车叫做小车。哦，因为伊这个乘，伊大乘就叫做大车的意思。啊，大车当然伊嘛叫做菩萨啦吼。咱话过去，我甲你讲过吼，菩萨。这个中乘叫做辟支佛吼，辟支佛。阿罗汉吼，这咱拢已经过去拢我台湾来讲过。阿罗汉吼，哦，这叫做小乘啦吼。不过呢，因为咱来讲，迄个大乘的迄个好，先来讲这个大乘的物件，因为这个物件你无讲出了后，伊就考证，这个讲的物件可能你会从无了解这个物件。不过因为我袂因为这解说的解释，大家解释足复杂，安尼讲，照安尼讲起来，可能你就听袂煞煞。我直接切入就是讲对内底意思。我讲偌济，讲偌济，记偌济，算偌济，安尼来甲你做一分享。迄个大乘，这个叫做正宗，正宗就是讲正确的宗旨。迄个宗教，咱有咱的宗教对不对吼？所以有见识啊，迄个宗就是咧讲客，教就是讲用，安尼叫借用。但是迄个正宗，这个正叫做不偏，这个正叫做不偏，心叫做不偏，唯有真理的法界叫做不偏。那真理的法界，这比较偏离一切，所以咱讲做叫做正。所以咱分别发展出来个人，个拢用办法一个正的法，迄个正就是无对立。如果人是正，迄就拢有对立。哦，比如讲善啦、恶啦、是啦、非啦，吼，不属善啦、不属恶啦、属善、属恶，这种叫做对立的物件。对立就是讲叫做正。因为这个正，
就是完全的直属到尾，直属到伊的本体，到这个宗，直属到这个本体。所以这个万教归宗，有无？万教归宗嘛。啊，所谓宗教，你这宗教拢袂信，伊就毋通信你个宗教，啊，用一个宗教涵盖一切。其实宗就是咧讲本体，就是讲正；教就是讲用。哦，就是有教，有教无类。但是这个宗，这个教，若离开这个宗体，伊叫做邪。这个教若离开这个宗体，这个正宗的宗体叫做邪，叫做不正。所以我过去捌讲，咱这个信仰，咱这个修养，咱的修养，足侪物件，你像这个咱台湾，惊这个宗教。不来万种宗教，但是伊若有真正这个正宗的内底，咱拢袂得人讲啦，咱拢袂得讲人信，咱拢冇信。但是迄个人若受到骗去，受到利益家己，你想讲，咱这有一个叫做较早有教授有一个叫做什么妙禅啦，什么一个妙什么物件，妙禅是迄个。庙啦，庙天的土地啦吼，不过我袂去批评啦，可能咱的电视、咱的媒体，人已经甲咱讲啊足清楚了，这唔免咱去讲。但是我是做一个比喻，啊，这种物件叫做，因为你捡到正宗的物件去做教化这个物件造出来，但是这个物件是袂灵哦。你看看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互你会感觉神奇百怪、神奇百怪。你有摸到你发现，你会相信吗？伊甲你讲如果你背几条，你会相信无？所以含迄个瓜切怪了，互摸到了，伊是跳起，伊是多咧，伊是多咧叫袂起来。啊，这个物件是早我就看，因为一摆我去泰国，即讲啊，做什么？讲啊，做奸淫啦吼。但是伊迄人吼是按照我是无了解，但是泰国有一个老板，伊咧开电风啦，伊咧开电风的啦吼，叫做电风公司啊，台湾也做。啊，因为伊遐迄个讲迄个监理，我会当看地理，啊，嘛会当看风水，啊，因台商的诚信地理，诚信风水，啊，就是因为要请来去看地理，甚至呢，也要请来去请神啊。啊，因为我去南部泰国的时阵，咱泰国老公主就招我，放起你，咱了有一个台商吼，啊，伊就去请我，今仔日今仔日请神讲有一个做什么奸人来啦，啊，迄个奸人来，就一定爱坐头顶舱、头等舱啦，头等舱你听无？只飞机的头等舱。第二就是爱挂无生机的房间啦。第三当中，因为伊本来拢有边有带一个足漂亮的姑娘，甲伊做伙，安尼就对了。安尼，这是我咧讲，我是袂煞袂讲啥，这是艺术性的搞讲。啊，无咱咧讲袂煞袂讲这物件，我是比如啦吼，安尼。但是伊咧讲这我听，我即马就含做去，我得去管到做去。啊，去了后，伊外口有一个外盘内底有一个内盘啦。但是去到外口迄个外盘签一个名吼。怎会跳入去？你有相信无？下面囡仔哦，伊遐签一个名哦，啊，怎会跳入去？跳入，啊，跳入过来，当然就破坏了。啊，即个伊话，即嘛就是伊嘛拢无讲话啦，啊，就定定跳。啊，边仔一个哦，这台湾哦，北港啊妈祖过来，啊，即嘛来等下跳进去，哦，这台湾是公爷公来，哦，等下跳入，哦，这是什么人啦？拢徛伫遐无帮迄个地方抢来讲，其实伊嘛拢无讲话啦，安尼啦。啊，伊是讲伊是奸人，伊是奸人，怎么做法事即个奸人？啊，我就去甲看，我签这门口当做两个人去跳对啦，结果两个跳入去边啊，我怎行行入到内盘，内盘拢一个人啊，一个人伫咧看内面，就是什么五花八门，迄个顺流动静拢出来吼。多一个足奇怪，多一个左边啊，世界海啊左边，足跳入去啊，啊怎跳袂停啊？啊
跳袂停，都跳都袂停，什么伊做法事？好，还没有停，都袂停，袂停，但是咱你见小变形变到讲来讲，讲这老母娘来啦，安尼好，好一贯道吼，拢讲骗诈吼，拢讲骗色啦，拢讲骗啊，我讲啊，老王叔就做咧甲我讲吼，甲陪你走，我甲佢三小等咧，咱尽量走吼。伊知影我是一贯道，嘛知影我是我这个人伊看知影，所以犯罪就总看到一贯道，就是我甲看伊今日当武未成功对啦，即摆当武未成，老母多好，我是做啥过水啦，做啥过水，用什么法术都袂停，袂停到尾啦。因为愈来愈歹势，愈来愈歹势。迄阵我老爸老师带来，因为你做了愈久，伊做啥事愈讲愈好。我两个怎路行，落来我你老师的车福建冻掉，你听无？我也袂当转来啦。袂当转来，我说我咱行错我大路，我记着车恁坐过来，我若要倒转，安尼对啦。怎真正我带我倒来，怎倒来到？咱迄个三方平台来啊，老主到去坐，伫迄个警车倒转，倒转来讲伊看人散了，迄人散了，紧紧老主就叫人，甲找迄个电风店迄个头家啦，迄当事人，因为作死个嘛，因为短嘛，就问讲按照怎，讲，即摆伊迄个头家强，本迄个证明，迄个诈骗太讲遐话，伊即轮看到我太讲遐话对啦。我毋是咧讲是非，我是咧讲当时发生这个代志。这就是这就是咱咧讲，就是即种物件。但是咱伊嘛是咧专家，但是伊讲的讲，尾啊，伊甲迄个当事人讲，我伊要叫伊来，一届才几万，甚至呢，迄个飞机的头等舱5000几个分开，这种讲的。就爱里边安怎讲，迄是后壁安怎去处理，咱就无了解。咱知影就是讲，完全的行为所做出的物件，拢毋是咱的想象。就是少着有这个术，这个邪术，这个物件，这个骨头，这个邪术，这个物件，去骗财骗色。就是讲这个物件，这个要相信。所以正宗的能力，我解释正宗的能力，就是咧讲社会。5800万的物件，为你个股票，你来对，你个股票对跳舞，你要相信我，伊就是我讲的。所以呢，咱一定要了解大成正宗的这个物件，正宗的物件在哪？叫做品质，正宗叫做品质，品质，正宗的物件叫做定，定。定就是平定，拢总无老的。你讲奇奇怪怪，换人穿衫、乱穿衫，把刀了食饭，爱听无？就是遮单纯的物件。你讲拢袂当推起正地，迄种骗人。所以讲不得，因为经过今日31分的内底，32分内底当中，一切有违法。后面咱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分。我是清楚，26分咱甲你讲，用以实践吼，用以应声求吼，是人应声到即个见如来。伊个时阵第5分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已经比这个点，我甲你讲，我足清楚，你倒去找哪里来讲？你要找奇奇怪怪，所以这已经是咱人家讲的吼，咱的道中是啊真无爱用迄个三台，无爱用三台。当然三台若正，若正确正念的，迄是种的鼓励。你若这个三台。若叫骗你了后，伊用着山寨的力量来咧骗财骗色。你要相信我，本来就，但是你想，咱台湾有一个李平刚晓得这个本色术，恁有捌听着吗？过去伊个是神话，伊个三代有作家，
即马到你迄个民间来创造一个迄个啦，讲伊道场。恁翁某带入去了后，二只食，二只困。恁所有财产卖卖，拢爱来即个物件，赚的钱拢爱来食。但是这囡仔甲你饲到高中，村里当中恁爱去想办法，带入来，拢入来遮困。翁某带一间，翁带一间，啊，拢有些用户，有些食，有些生活。啊，你囡仔甲你饲到，敢高中还是国中啦？伫民间遐啦。这一较早嘛是咧一贯道走出来，啊，伊迄时阵，伊较早是带三走，伊这是这个，所以应该称呼叫做混色手术，有无？哦，这应该这物件，这大家拢知影吼。但是咱爱知影，倒讲是这个物件，倒是这个物件，倒就是这个物件，边这个物件，足单纯的，边这边的物件，足单纯的物件，安尼对啦吼，叫做大成正宗。这个正宗叫做大成，大成叫做正宗。但是后壁这句话，咱学校就要甲你做解释，不二书法题。当然，咱遮啦做参考啦吼，不二，吼不书法题别不言，这拢已经，吼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咱来知影。不二，我甲你讲，书法题别不言。就是这下底人咧老师称法，这有一种无共意思，对无？哦，咱今日对前辈，哦，一个尊重的称法，哦，注意啦吼。啊，有前辈就我甲你讲，伊作来讲，我才讲互你了解，哦，啊，某个人注意啦吼，不同意。啊，所以迄个书法题，就是当时并伊咧一请问。温和应诸，温和含其心这类。但是我直接要甲你讲嘛吼，书法题就是咱早年讲，哦，因为伊叫做这个先天、先结甲空性啦吼，因为这个物件，咱爱要甲咱分享一下吼，先天啦吼，先结啦吼，先结吼，空性书法题伊本来是。伊本来就是说三名称啦吼，所以合作叫做书法题。啊，因为先天，迄个因为伊过去啦吼，伊是安怎来当中，伫这三名。当然，连讲到一只，咱提起来讲者，因为当时书法题来到一个真正一个文化家庭，敢你讲个因老爸过去地方是有名望，啊嘛是有地位啦吼。毋过来到第二时阵呢，生出来了后，因为这个文化，因老爸伫咧经营在我转无去啊，转无去啊，慢慢叫做空色。伊生出来就空空啊，变成咧经营在我来走对去安尼对。啊，因老爸吼，嘛足疑问咧，我生这囡仔吼，是不是结来了吼？啊，无生着其他走对去啊，走对去吼。我去问迄个少年先生，少年先生甲看过，你这个囡仔袂歹哦，这个囡仔吼真吉祥哦，那叫做善结，这个哪有下来？但是经过一礼拜呢，这钱啊，经过这钱才走出来，叫做善结，因为伊的名称就是伊安尼来的吼。但是本来把书法来讲，诸菩萨摩诃萨。这两句话，咱一定爱做了解。这个菩萨甲摩诃萨吼，伫本个内底当中啦，这个物件咱学校毕竟爱甲讲个清楚了吼。这个不过诸菩萨，这个菩萨，这个摩诃萨，摩诃萨。这个叫做大菩萨，大菩萨吼，这个叫做菩萨，就安尼啦吼。但是这是免咱讲叫做菩萨，免咱讲叫做大菩萨。毕竟因佛教上有一个叫做啥，叫做实性。
叫十八，点角，秒角，好，十、20、30、40、50，加点到秒角，到52、50位。这物件咱这叫50菩萨位吼。那这52、50位内底当中呢，因为一定就是一堆习性，习性和发水果无成的入，今日咱实际犯过地理道理，咱过去咱行了50年，你像新加坡这种，我上少嘛，经过少40年、50年之啊，或者60年起都有，是安怎有法度坚守不变？有法度死守前道，伊就是有相信。相信咧，经过10个阶段，1、2、3、4、5、6、7、8、9、10。经过10个阶段，不可因为恁这我无甲扭出来啦吼，我内底我无爱讲，伊我讲出来了，基本操作唔好。1、2、3、4、5、6、7、8、9、10，咱要了解这10个，这个习性的一个顺序，你扭出来话，哦，这个语言我跟你解释，你也一堆开始一步一步喺度行咧，行到你习性，哦，迄个习性完全你的心足知啊，你完全会走正啊。其实啊吼，现在做中伫修到即嘛，会离了，这个吼，经过我真了偌济，今日咱接到这个人，而且面对这个人吼，恁今日无落去吼，这我甲你讲你呢，真正我甲你讲你呢，这上天内底当中吼，先不拢甲恁的时阵啊，迄个拢甲恁。我当然讲了食啥物嘛，拢甲你了食啥物呢？这毋是像咱国式咧食啥物，食啥物啥物对不对？真正是安怎？经过40几年、50几年的变化，你无变化，你若无这个定调咧，你敢袂变化？所以经过10几年后，我讲什么时节啊？才走到第2习主，1、2、3、4、5、6、7、8、9、10，1、2、3、4、5、6、7、8、9、10，这叫做主。你行要到第10个，你才当叫做成主。你这个心啊安住会调呢？安住会调呢？灵教上有一个叫做邪定句，邪定句。有一个叫做邪定句，有一个叫做不定句，有一个叫做不定句，有一个叫做正定句。灵教上有这叫做3句定，这个习主就是到这个正定来。你讲这个，习主就是讲到这个来，你若不到这个来，你后壁行袂啦？你后壁行袂？所以甲你讲邪定句，就我拄则讲的咧，今天人无好你知影？拢爱看这奇怪的菜，哦，天气热啦，哦，迄个仙女散花，哦，迄个什么物件，什么物件，什么物件。满天钻金条，啊，要啥时无看见，啊，风书梦想，分到安尼。有一些电话，有一音声，电话是形象，即份建出来，这个叫做梦想的物件。但是咱偏偏做这种的爱你这物件，这是啊，有无？什么人甲讲闹，什么人甲讲闹，什么人甲讲闹，啊，我来对心问较准对心安尼。所以有阵时到这外道的物件，甲你较落实当中，因为你家己心就是你家己讲你心都有邪，你不清，你毋当去看迄个物件。我问你一个问题。恁袂爱大叫较来甲你牵物件咧，我较麻烦物件，啊你莫啉烧酒，迄个酒鬼来甲你牵物件咧，
小吃部是什么家名啊？小吃部，我嘛记，我嘛唔知啦。哦，安尼啊，可能有一寡小食啊，配安尼尔。啊，他伊兴趣就是咩？啊，恁这会兴趣去